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号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香港民间团体民定将举办的大游行，香港警方规定只会当伫维多利亚公园活动，昨暗9点就结束。民定是表示有170万人参加，警方的统计人数上侪的时阵，差不多有12.8万个人。香港政府嘛发出新闻稿表示，一切平静了后，政府会甲市民真心来对话，终结社会和谐。无论有没有不反对通知书，反正警察他喜欢的时候就会胡乱的攻击我们。香港民间团体民定牵涉警方一拐抢超过，甲无反对通知书，甲限制伫维多利亚公园受罚的意思。暗过这场集会也是伫礼拜日暗时和平结束。香港警察！集会结束了后，有民众经过轩尼诗到附近的警察总部大声喊口号。集会暗时8点半，各换1000个示威者伫金针政府总部外口用镭射光照建筑物外壁。一个穿红衫男子叫示威者怀疑伊的身份，强围起来，佮叫示威者用镭射笔甲手电照问伊的身份。穿红衫男子表示，家己姓马是为上海来的，是做股票，毋是公安。伊开始伫天桥翕相，都向怀疑是咧翕示威者的面。最后是民间团体成员陪伊坐地铁离开。香港反送中运动来到第11个礼拜，民间团体民定18发起大游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有真侪示威者，而且人佮一直过来。818民阵大游行终于登场，维多利亚公园涌进了10万人潮，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19公顷的维多利亚公园人吵，因为人伤济，民定下晡3点带一伙人向西边行，港岛区真侪在车路向占标的，变作另外一款的游行。香港艺人何韵诗嘛出面小天，对最近有香港台湾艺人支持中国，伊强调这是个人选择，伊无方便评论。不过个人的利害关系，甲香港的自由民主比起来，一点嘛无重要。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在一些集权的那一边，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牺牲。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真的要想清楚，我们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是高墙还是在鸡蛋的那一边？民主派议员、香港教育界、医学界嘛出来支持。民定表示，伫铜锣湾天桥甲维园参加集会人有170万人。香港警方表示，伫运动集会上侪时阵是12.8万人，活动大部分是和平的，无过发生激烈警民冲突。This protest is actually a very good testimonial to show that actually Hong Kongers are very peaceful. We are expressing our views very peacefully, not violently. And this is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his is what the government demands. And it is actually the best time for them to positively respond to our demand. 香港政府发新闻稿指出，参与者占用港岛真侪主要干道，路面交通受到影响，对市民造成无方便，并表示一切平静了后，政府会甲民众展开对话，重建社会和谐。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嘛，拖到全世界，伫各地华人社区拢有支持跟反对的声音。澳洲的墨尔本8月16日有一场声援香港的活动，有中国的侨民闹场，嘛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头前，昨日暗时这场街路示威，有支持中国甲支持香港两大阵营的支持者。彼此中间除了大喊口号来对骂以外，小钱伫外国媒体卖骨头前大声骂对方的唔对。悉尼布里斯班阿德莱德这城市迄天也拢出现支持香港的示威。悉尼活动有几啊百人参加，现场支持中国人数是在20人左右。像是这个提到停止暴力，我支持香港警察二条的查某人。Australian is actually supporting us, supporting Hong Kongers, so we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any threats from anywhere. So we are all united, we are all connected.
当地大学学校、留学生中间对立的气氛更加是激烈。而在美国纽约的控诉控场，法国巴黎拢相款的场面来发生。徛伫对面路举着火旗旗的支持中国人士，是对因的诉求大声来骂。记者综合报道。刷来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自由时报是指出，卫福部健保署最新的统计是发现，去年病院电脑断层 CT 资讯造影等等的设备，竟然有13万件因为感冒、脑后痛、这个病痛就来做检查，甚至有病院第3件的检查内面，就有1件是因为这种小病痛。健保署是认为可能有滥用的问题，要求病院爱注意。再来看《苹果日报》，咱国非洲地灾害应变中心昨表示，有消息指出，菲律宾亲像已经发生非洲地灾案例，也毋过菲律宾还未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通报。为了提前预防，为今仔透早开始，为菲律宾入境桃园机场的旅客，手提行李必须全面拢爱做 X 光的检查。再来看华人的门诺病院创院的院长博罗兰8月17过世，享受93岁，一直台湾照顾病人40年，成为台湾第一个山区巡回医疗队，创办门诺病院，早期提供原住民1块看病服务。在1994年退休，登去美国的时阵，伊讲台湾的病医生去美国真急，要到华人煞真远，嘛真感慨台湾东部医疗资源是真欠缺。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出现第一个本土天狗类病例，伫大安区的建安里，一名30多岁查甫人，伊伫8月15发病哦，第2届看医生才确定讲是感染着本土天狗类。伫东区的巷仔内底，里长甲社区人员大家逐户沿路宣导天狗热防范。台北市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病例，就发生在大安区建安里。里长讲，拜六暗时接到通知，就发动紧急的应变措施。早起已经进行头一波清毒执行完，拜早起全力也进行化学喷药。我们现在挨家挨户、楼上楼下都一个一个宣导，整个这个人员是在做外务的，跑台南跑。做业务嘛。疾管署讲，台北市首例本土天狗热个案是一个住伫大安区建安里30多岁男性，8月15迄天出现规身躯酸痛、发烧就医，第2摆就医才确诊。这男性最近无出国，主要活动范围在大安区的徛街甲工作所在。伊有潜伏期14天，即期间伊在8月2号、3号北去过台南市高雄市兴达港，10号到龟人庙口夜市，11号去过高云啊，离确实的感染源也伫调查中。今天早上我们台北市环保局清洁队已经在这个个案住家半径100公尺做滋生源的清除，户内外总共发现19个积水容器那有1个是有阳性。根据统计，本土天狗热疫情今年到8月17为止，已经有74例，高雄市上侪51例，台南市19例，新北市2例，桃园市甲台北市拢是1例。另外，境外移入病例有314例，市均10年来同期上侪。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南的私立南营科技大学，教育部要求必须要伫明年2月初1停办，早嘛到学校举行说明会。有家长是质疑，教育部为怎样无要互学校继续办落去？教育部强调，学校的户头内底只剩100多万，建议家长佮学生接受转学安排。几落位家长来理论，嘛有人雄雄转倒啊！教育部17号伫咧南营科大办理安置说明会，场面是真歹看。阮做毋是假的，阮做原来读安宁的，就是咧就近，结果怎啊？恁教育部我去调。你有囡仔正好读到毕业。有家长讲愿意拿学费，互囡仔读到毕业。教育部直接讲，学校户头敢若剩100多万，董事会就是无钱，是安怎办落去？起码就是董事会不愿意负责任，他不愿意拿钱出来。你叫我拿公帑来给这种不负责任的董事会，对吗？他来主导怎么样？就是要把学生转光光。所以这点是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诉求，提醒教育部不要知法犯法。
学校工会质疑学校停招时阵由教育部来主导转学是犯法，教育部18号回应，学校8月初是讲无法度经营，真侪家长嘛希望协助，是按照私校法互因协助。而南营转学对应的学校以台南甲嘉义、远东科大在内这间科技大学为主，若是无对应的科系，会用专班来解决。只有一种可能性的人留下来是拿得到毕业证书，就是研修生。他只剩下几个学分，1个学期可以修完，他认为没有问题，我想要留下来拿那种毕业证书，那当然 OK。教育部表示，南营760位学生，除了23位特教学生爱下调，其他学者安置方向差不多确定，等26号甲意愿调查交回来确定，希望9月开学伫咧新的学校继续读册。若是老师被欠薪水，较有可能的办法是董事会用10亿的校产向退场基金来借钱，等改善清算的时阵才来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大台中地区，这几天拢落大雨，台中市的大墩文化中心漏水真严重。中心表示目前拄好在做防水的工程，也毋过民众是讲风台季节来之前无要做，即马才做，实在是真奇怪。滴滴答答水沿着天棚一直滴落来，水桶已经倒了几夜摆，大漏水区域铺上篷布，碰伊也用塑胶布盖着。漏水地点是伫台中市的台中文化中心图书馆3楼观览室的部分。自顶礼拜5到今仔，只要外口落大雨，厝内也会短落小雨，有一寡天棚已经伫要经袂落去。要来看册却无法度入去，有民众也算体谅。也毋过这款的景象却互民意代表一直害头，认为台中市文化局的官员欠危机意识，哪会伫风台季节做防水工程？知道漏水了，但是没有说去注意它有没有危险。在挖除防水层之后，果然大雨一来，我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了小雨。在这个时间的施工，或许文化中心是想赶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但是既然台风季节就在眼前，我想应该做更完整的施工规划才是对的。官方人员表示，厝顶30多年的台中文化中心进行的是厝顶防水隔热工程，因为工期拖延，才会拖到风台季节，佮拄到连日大雨，才会造成这款的情形。流标过一次，那我们施工下去呢，又发现这个以前的防水坡度还有防水层铺厚的不足，所以又做了变更设计，所以又 delay 到一点。官方表示，其他地区也拢有小漏水的情形，观览室上严重，目前先封闭图书馆观览室，拆刷到其他空间，避免民众行动的时阵，天崩落来是骨倒顶受伤的事件。因为工期要4个月，也会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天气的变化，受这个压带的影响今仔全台湾天气拢毋是介稳定。咱做伙来看云图，为云图顶头会使看到这2天受到台湾受到这压带影响会落大雨。气象局嘛针对台中以北、南投、台南、屏东地区来发布大雨特报，南部规天拢会落雨，台中以北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单位讲，江顺风气温方面，因为落雨的关系，高高温大概拢是28度到30度左右。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今仔会落一阵一阵的大水雨，嘛因为大雨已经落几啊天，山区恐惊会有崩山，也是石头落来，一定爱真正爱特别细腻。继续过来看，受到西南风跟对流云系影响，气象局继续对中南部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阿里山的三拿铁路因为大雨跟地震的关系，暂时停驶，一直到8月底附近业者讲，今年下落的生意是真歹做。原本假日应该出现的真侪游客，即马只剩一丝仔。阿里山本期湖的老街，因为这个月一直落雨影响。大减少游客上山戏园，即马铁路搁要维修到月底，客运实在是真烦恼。林管局这边有跟我们讲，就是可能会到8月底的时候，铁路都是停驶，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减少150个到200个人的观光人次，对我们也是影响蛮大的。可能拢生理也花啊你啦，即马有当时一日才收这几百块尔，对无？
才差8%有无？阿里山松林铁路经拢了路段的铁轨路，受到大雨甲地动影响损害，虽然已经积极抢修，也无考虑到行车安全的问题，将预计封闭到月底。公路边的所在路段也是有发生路桥崩塌的情形，这拢影响民众上山意愿。沿路其实就是好大雨，然后路边也蛮多碎石头。对，那也算蛮惊险的。本来预计今天就是现在下午3点要再往阿里山上去，可是当地人有给我们比较良心的建议，是希望我们可以下山。对。嘉义地区的大水河主要拢是落伫山区的位置，业者表示，桥路原本是阿里山观光的大街，因为天气无稳定的情况，互游客就算是上山了后，也袂踮伤久。即马铁轨路也阁要修到月底，只希望天气会当好起来，互因也阁会当把握这最后的半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南部的大雨是一直落，伫屏东万丹有民众发现讲农地传出真臭的臭味，伫农地顶头有100多个太空包，环保局嘛到现场稽查，发现讲拢是塑料废弃物，部分甚至验出有毒的有害的物质已经移送侦办。民众通报环保局人来遮稽查，讲大雨过了后，屏东万丹这地田内底太空包是有够臭的。有味道吗？稽查人爬去看，确认这场所1个月前捌查过，也毋过现场太空包100多个，而且内底成分真复杂。为了了解是安怎去炒，有时采样提登去检验。如果说要确认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山也是我们查的是在旁边。初步判定大概是3大类的废弃物啦，其中有一类是有害啦。承租人虽然说是他堆的，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调查当天的这样的整个市政来研判。它应该是只是一个人头而已。环保局研判内底可能有阿鲁米泡拄到水就臭，也讲头一摆采验的部分物质当金属超过标准，是有害塑胶废弃物，爱查这来源，也有地主是毋是涉嫌。也毋过检举的民众讲，这农地进前就互倒一寡有诶无诶，拢毋捌甲伊刷走。较本地的拢该有迄个啥，迄个集成灰钙啊有诶无诶啊。燕麦的迄个啥天山制材公司，伊嘛有开单过啊。我讲你敢囤入万丹的物件，是当时才要拖队啊。民众希望专案赶紧查清楚，甲污染物全数甲伊刷走。环保局也讲，有即阵需要保全证据，已经要求地主加强来看旁部来防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一位旧年外国人伫车厢顶头围堵，这名外国嫌犯后来就出境，所以一直拢无抓到人。伫8月初高雄的轻轨嘛，阁有3节的车厢互围堵伫顶头，警方是查到一名19岁的少年查甫，伊讲是甲3名网友做伙话，警方嘛继续追查。停伫机场的轻轨车厢，天光以后，煞互发现有人黑白话，进出的玻璃车门中要规个拢互燃料盖起来，根本无办法使用。事件发生伫8月3号，当时总共有3节的车厢互黑白话，高铁公司用6点钟才洗掉。凌晨3点到4点之间，那有不明的人士呢，就趁着我们警卫在2个巡逻之间的空档，那就翻过后面这个围墙，对我们的列车进行了涂鸦。那捷运公司对这种行为呢，是表示严正的谴责。透过监视器，高才发现嫌犯有4个人分做2组，半暝对离大门200公尺外围墙8墙入去，用半点钟围堵就离开。但因为画面翕袂清楚面，警方沿路找其他的监视器画面比对，才确认19岁王姓查甫涉嫌。他的出发点纯粹就是好玩，他对这个喷漆画作也有兴趣。王姓嫌犯声音甲另外3名朋友做伙话，但唔知因的名。警方当地扩大追查，并且先将王姓嫌犯用开算甲侵入厝内上班。各界嘛呼吁，机场的设备有带电，民众黑白入去可能发生危险。记者杨川广电全国报道。继续来看台东离岛的白沙社区，伫拜4发生树林大火，烧2天1暝才拍花，也毋过伫拜6暗时9点又搁烧起来。林管处若派人嘛出动空勤直升机，嘛为花莲调来大型的水地，才甲又搁烧起来大火暂时控制落来。接受管线水源直送入地，空勤总队直升机调去2400公升的水，准备飞到绿岛白沙地区松林，被拍花搁烧起来火。就是过山古道的另外一侧又发现了明火那也燃烧的有一点蛮明显剧烈的。
前2天需要飞到台东温水，即摆为花莲调来大型的水地，伫调离温泉设置储水点，提升压水的次数。拜2起6点到中昼12点，空勤直升机压水20摆，暂时将残火拢拍化。拜4发生的松林大火，大约有28公顷，面积真大。2天前内才拍花，拜6暗时佫收起来，大约0.8公顷。小连续几天落来，救火人员的体力袂动嘞。绿岛地区是没有森林救火队的，但是都要是靠我们自己的消防队、我们自己的义消同仁，还有我们森林空勤这边协助处理。绿岛一直无落雨，地面温度又完真悬，林管处烦恼。每一丛被烧过的树啊，被风一吹，可能佫烧起来。除了开出防火线，只会当靠31名地面救火人员拍拼清理每一丛被烧掉的树啊，避免佫着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体育的好消息，最近选择联赛伫英国伯明翰站，台湾表演选手郑兆春哦，伫最后一弹弹出伊个人本季上好的成绩87.75，为原本的第3名变成第1名，伊嘛是有史以来第1位伫选择联赛摕到金牌的台湾选手。郑兆春等第6摆一出手，就知影会真远，手扬起来，现场观众嘛拢拍鼓啊！因为这摆弹出个人本季上好的成绩，前5摆到了第2摆，因为走的时阵丢金无成绩，每一摆是比一摆更较远。第6摆比第5摆加6公尺34，是87公尺75，回位排名第3变做第1，是有史以来第1个伫选秀联赛摕到金牌台湾选手。郑兆春对家己表现嘛是真满意。其实参加这一次转赛，天气没有很稳定，然后有突破自己个人最佳成绩，其实对自己也是另外一个肯定，对，然后对这一次的比赛很满意。选秀联赛是国际上除了奥运甲世锦赛相关顶级的商业电竞比赛。目前郑兆春伫选秀联赛积分甲德国霍夫曼共分数排伫第1，确定要参加8月29选秀联赛年终总决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台湾伫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8月17发生骹球迷冲骹球迷冲突的事件，当地病院表示目前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10外人受伤，其中有球员佮一寡未成年的囡仔。代志是发生伫洪都拉斯首都的国家球场外面。8月17有2个骹球俱乐部准备要比赛，应该会有2万名的观众。警方是表示，伫比赛之前，有球迷甲对方的把术砸落来，但石头啊，嘛用棍仔去弄哦，引起双方球迷冤家相拍。警方嘛使用会防流目屎的假术来阻止双方。比赛最后是取消，也毋过嘛造成有死亡佮受伤的人哦。有的人是互枪去弹着，有的人是用互刀啊去抬伤。继续过来看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伫8月17暗时，有一场1200个人的结婚典礼发生自杀炸弹的爆炸，造成至少63个人死亡，有将近200个人受伤。喀布尔西区是阿富汗境内少数族的什叶派哈扎拉族人聚集的所在。17暗时，一间大型的婚宴会场有一场热烈的婚礼举行。一名自杀炸弹客伫庆祝活动进行到暗时10点40分的时阵，伫瓦群舞台所在，引导身躯的炸药，真大爆炸威力，当场造成真侪人死亡。崩乱天棚，也有4架拢是废的倒仔甲椅仔。地歹去的音响喇叭，还有一大堆人客走的时阵袂火穿的鞋啊，就知影讲事发当时是原嚟正恐怖的情形咯。دم آشپزخانه بودم به در میخواستم داخل مردانه بیایم. یعنی اینجا دیگه یک گرم شد دم گوشا موشای مقال شد چیز دیگه ندیدم مقصد زیاد زخمی دادن. زخمی خیلی زیاد داد. دیگه هر کس رفتن بود دیگه این راه کلگی نوبت نبود. خلاصه خدا به یک طریق خود از ساعت کشیدیم. مقصد پلیس چیزا خیلی ناوقت آمد، آمبولانس یک ذره عاجل‌تر آمد، زخمیایی که یک ذره وضعش خوب بود میبرد دیگه از پرسنل هتل چند گارسون شهید دادیم، زخمی دادیم. دیگه کشته و زخمی خیلی زیاد داد. 逊尼派民兵组织亲像塔利班甲 ISIS， 定定攻击阿富汗甲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哈扎拉族人。也毋过塔利班否认甲这件死伤真严重的婚礼攻击案有关系，甚至甲政府斗阵来谴责暴力。
喀布尔大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塔利班领导人阿库萨达的一个兄弟，在巴基斯坦奎塔市的清真寺爆炸事件内死亡，到即阵也无团体出面来承认犯案。尽管报道讲，美国甲塔利班进行和谈，即要达成协议，也过阿富汗的情势也是相关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的总理莫迪最近参加英国冒险家贝尔伫 Discovery 频道的节目，两个人伫印度的荒郊野外来冒险哦。节目的收视率嘛创新高，也毋过伫拍片迄天哦，印度发生44人死亡的炸弹攻击事件，有人就批评印度总理莫迪假故的宣传家己。An ace adventurer who redefines the rules of survival, unites with the leader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addressed a public meeting at 5:15 in the evening that day, he did not condemn the Pulwama incident, he did not pay obeisance to the martyrs, and nor did he warn Pakistan. So it obviously led to two... Welcome to India. 印度总理莫迪参加野外求生秘籍的电视节目，伊甲英国太空家做伙进入印度北边吉姆科比特国家公园，这也是印度上出名有孟加拉虎保护森林之一。所落来画面出现一只老虎、大象，还有鹿仔伫遐咧走。莫迪也伫咧镜头展现伊骑乘的姿势。Watch this dynamic duo. 印度上大反对党国大党指出，莫迪拍片日期是今年2月14日，甲造成44个军人甲警察死亡的普尔瓦马自杀汽车炸弹攻击事件是同一天。ये चीज़ नहीं होनी चाहिए थी, क्योंकि पहले आपके लिए प्रायोरिटी क्या है वो आपको देखना चाहिए था। वो शूटिंग जरूरी नहीं थी, उससे पहले उनको ये जरूरी था कि वो हाल समाचार लेते कि क्या हुआ। पीएम नरेंद्र मोदी जी की इमेज को मैलाइन करने का एक एक मौका है, ऐसा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और उनकी जो रणनीति है वो देश के आतंकवाद टेररिज्म को लेके या वैसे इंटरनल टेररिज्म उसको लेके काफी साफ और स्वच्छ है।莫迪正够利用社群媒体，也有名流权力，甲少年的选民徛做伙，而且扩大伊的吸引力。野外求生秘籍是 Discovery 实境的节目，主持人贝尔展现各种惊险求生的技巧，节目内容也紧张刺激，是真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那贝尔甲莫迪的这一集，贝尔会来问莫迪一寡问题，和莫迪讲家己做囡仔时甲大自然的关系，看得出来这是咧宣传印度，也打造莫迪强人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南非上大的都市约翰尼斯堡的高龄希望之门哦，有一个藏阿婴仔的箱仔，为1999年到现在，这个箱仔已经收超过200个阿婴仔。17个才拄出世的红婴仔骂好，去互人安置伫咧南非约翰尼斯堡高级收容所希望之门，即讲阁有新的成员啊。Last night around 8:30. The center went off, and then they looked at the camera screen only to find that there's a baby, and then they just went in front of the house and go get the baby. The baby arrived through the baby box. 这是希望之门，伫咧1999年设置互人藏红婴仔的箱仔，互无法度车用囡仔的妈妈有一个安全放杀囡仔的所在。到今已经收超过200个红婴仔。Whenever there's a baby here, then the center will alert us in the house. That's how we know that there's a baby in the box. 伫咧南非有几啊千个囡仔去互放杀伫咧孤儿院、病院，甚至是街仔路。虽然无官方的统计，不过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统计，逐年差不多有3000个红婴仔去互放杀，然后才个被领养。有搁较侪红婴仔去互发现进前，就已经不幸夭折。南非是全世界上无平等的社会之一。主审机构认为，放杀囡仔有部分牵涉到妈妈本身的遭遇。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y've been abandoned themselves. They've been abandoned by the partner of the father of their child. They've been abandoned often by their family, and they've been abandoned by their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马兰古无法度看家己的查某孙仔大汉，伊的查某囝伫咧21岁时阵意外有身，伊甲伊的查某囝拢无法度甲伊请养，达成重视了后，做出艰难的决定，就是将红婴仔送去领养家庭，啊，这对南非人来讲是一个禁区。They consider adoption as you are throwing a baby away. I chose not to follow through, break the chains. I chose, and I'm happier.
不过伊的查某孙仔大汉了后，若是准公愿意，佮会使返去伊的原生家庭，只是去互放伫咧希望之门红个箱仔内面的囡仔，永远拢无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德国柏林动物园有一对同住徛鹅，动物园看因哦，捌摕石头，甚至是摕鱼仔来当做卵来孵哦，感觉因亲像真想要有家己的囡仔，所以动物园就帮因找一粒真正的徛鹅的卵，互因会使来体验做爸爸妈妈。9月份徛鹅宝宝就会出世咯。将卵入伫双脚中啊，孵卵的公徛鹅有够高水，后壁徛另外一只公徛鹅，因是德国柏林动物园的第一对徛鹅同时伴侣，将要伫9月做爸母。Sind ja gleichgeschlechtliche Beziehungen und die haben jetzt mal Brutverhalten gezeigt, hatten aber kein Ei, sondern haben eben Ersatzstoffe genommen, zum Beispiel sich einen Stein runtergelegt, um eben diesen Brutpflegetrieb auch zu befriedigen. 因的名是西西普甲平恩，今年10月、10月来到柏林动物园，因为真想要伫红衣啊，因定定用石头、鱼仔来孵卵。因甲一般徛鹅共款，会轮流甲卵入伫双海中啊。动物园多发现一个用放晒卵，都送互因来孵卵，完成因的梦想。 Also momentan brüten sie ja und wir warten jetzt die Brutzeit ab. Das ist also 55 Tage in dem Fall der Königspinguine und dann schauen wir erstmal, ist es denn bebrütet, also befruchtet. Und so wie die sich momentan verhalten, bin ich felsen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e diese Jungtier dann auch erfolgreich großziehen werden. 因是第一对同志徛鹅伴侣，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澳洲雪梨动物园拢有同志徛鹅伴侣。 其中上有名的可能就是纽约中公园动物园的赛龙甲罗伊，因伫1998年开始交往，佮斗阵孵卵是小徛鹅。毋过2000年，赛龙煞离开罗伊，甲一只母的徛鹅交往。生物学家指出，未少动物拢有同性交往行为，毋过目前数字无就显示应该甲同性交往。记者综合报道。 4个月前，泰国的西南部海岸发现一只8个月大的鹿群哦，保育人员用心照顾，嘛甲伊的相片传到网络顶头。因为真高水，所以真受到民众的介意。也毋过最近却传出讲，这只鹿群哦已经死了，破腹了嘛发现讲伊的胃内底有塑胶螺啊。 我伫保育人员身上的，就是4月时被冲上泰国西南海岸的8个月大细只乳犬，被救上岸了后，号名马瑞姆，意思是海中淑女，受到详细照顾。保育人员伫海中饲食牛奶，也是食海草，等等高水的模样，被上传到网络，互伊一个红起来，真受到泰国民众喜爱。乳犬佫叫做美人鱼，是海牛的近亲。 马瑞姆后来送往普吉岛海洋中心的一个游泳池复健，不过当时保育人员发现伊的体重一直拢无增加，顶礼拜健康恶化，体重颠倒下降，最后伫17号死亡，互介意伊的泰国民众真不甘。马瑞姆被野放了后，也是几啊摆受倒转来，身上也有新的空喙。死了后，兽医解剖发现伊的胃残留塑胶制品，踢着发炎，最后胃腐烂引起败血症。 海洋生物因为塑胶粪扫死亡的不幸事件，佫增加一个。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来看，独派政党一边一国行动党张胜利发起人之一的张业兴是强调，创党的目的是希望在明年的大选推出家己的立委候选人。原本有受到邀请出席的前总统陈水扁，台中家是认为这是政治的活动，所以无同意伊出席。 独派政党一边一个行动党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宗旨是要推动台湾成做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申请成做联合国的一份子。蔡总统过去有这个让人希望的所在，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对抗中国抗中，一方面能够监督让蔡总统的施政能够更符合人民的期望。 成立大会邀请到前总统副主席裴敏敏、前副总统卢秀莲加联署出席。也毋过创党是毋是造成民进党选情分裂？发起人张业兴强调，目的是模拟大选推出立委候选人，增加台派实力。也毋过卢秀莲提醒，小心这几年政党消息真紧的现象。我担心整个台湾民主努力了那么久，这几年已经呈现泡沫化的现象。 这是我很担心的。祝福我这个一边一国成立党的大会顺利啊！但是作为总统，我的责任就是要团结所有的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的人。
李总统蔡英文是表达祝福，不过也讲出团结能力。另外，呢争取连任副手也唔知什么人，蔡英文加赖清德配合，是不是有希望？蔡赖配这个依我所知我们11号的时候有跟赖院长和陈总统一起交换意见是我们所知道是配不成的而且这个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所以他们要合作可能看起来不太容易。咱要来成立立法院的党团，要有起码3席，所以后边袂当参加成立大会，但是咱大家爱做伙拍拼。你原本接受邀请出席的前总统陈水扁，因为台中家教以政治活动为理由，无同意出席。选伫成立大会来播送有录的影片。下晡是到宜兰的陈定南纪念馆出席签册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文的郭台铭佮王金平，昨午原本3人应该会出现同一场发挥，结果最后只有郭文德出现。外界是要讲，假是3人的合作已经无希望了。郭文德是表示会个找时间来讨论。市长王院长说合作并没有破局，你也是这样认为吗？台北市长郭文铁一到桃园巨蛋就和媒体追问，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合作，结明是不是破局？因为原定礼拜一场期货发会，3人的合体共台，结果敢若剩郭文铁来参加。市长原本被戏称说是桃园3结义，结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来，会不会有点寂寞？今天坏找时间吧，今天这种话想一想，今天这种场合实在是不适合做那种事。市长，那个郭，我说这个叫市场决定论，什么意思呢？如果台湾社会有需要，它就会出现；他说台湾社会不需要，你怎么弄也凑不起来。外团3人无多合作，是因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2个阵营，不满郭文铁爱放话，破坏合作的共识。也毋过郭文铁早起讲，会另外找时间来讲。郭台铭办公室也回应，3个人会面无破局，23号爆料会搁再约时间，只是时间点是毋是公开，要等这个3方面来瞧。李公市长韩国瑜早起是到新竹参拜。头一站行程是台北的天后乡，由国民党中央要求15县市国民党籍首长担任总统大选联合竞选总部主委，也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决定无担任。对此，韩国瑜是表示尊重。侯友宜市长，我们完全尊重，因为每一个县市长的工作压力挑战有大有小，那各方面还有的新进的，那也有新手上路的。那侯友宜市长如果不能接新北市的我们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我完全尊重他以市政为主。只有韩国瑜拜六公布100位国政顾问团，也讲有另外100位无方便来公布。韩国瑜是讲，总统蔡英文是不是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大家心肝内拢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违规记点的制度恐惊要加重。过去违规记点只采半年记录，扣6点就会吊扣驾照。也毋过外界是质疑效果是无介好，所以交通部拍算要为6个月延长到2年。未来无让行路的人并排停车，嘛拢可能爱记点。过去违规记点针对开车人伫高速公路超速，也是抢红灯这危险的开车行为，重大违规才会被违规记点，这6点就会被吊扣驾照。也毋过外界认为，敢若用6个月来记录，效果无啥好。过去1年内就有29000件，因为记点被吊扣驾照。交通部最近来建议改革违规记点的制度，想要来扩大记点项目。未来若是无让过路人开车门造成事故，并排停车也拢可能会纳入违规记点。更严格是比较好，因为每一个的巷道的米都有限制。那你并排的话，变成第一个造成机车的危险，第二个造成行人的危险。现在的行人啊，拿个手机慢慢走，慢慢逛。那我们开车，我们等到他过的时候。灯号又变了，交通部他也要宣告一下，你过马路你就快点过嘛。交通部建议加重违规记点累积期，现行6个月内累积6点的吊扣驾照1个月，会上道安的讲习。未来修法累积期会对6个月延长到2年，1年内记6点就要上道安讲习的课程。
2年内计完12点，就必须爱吊考驾照2个月。那外界一直认为说，我们现在祭典的项目它所累积的时间比较少，然后也比较短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矫正驾驶人违规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啊。交通部证实，正在通盘检讨违规祭典项目，希望透过延长累计期间，增加祭典项目，来加强道前开车人。不过，这阵议员伫收集意见研议中。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家长都有烦恼囡仔袂声大，会比别人较矮、较细汉。中国医药大学推出新的 AI 智慧会使来诊断骨头的年纪预测未来的身悬，正确率够8.5%。囡仔兄、囡仔姐，家紧溜互开，认真做运动，希望伫咧成长板还未关起来之前，把握时间抽好悬。即阵北港妈祖病院研发出一套专门测量骨骼发展的 AI 系统，替囡仔掌握黄金成长期。那我们学校还有长嘉智能公司发展的这一套人工智慧的系统，它结合了我们国内大概4万笔的资料，所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它 X 光的判别去判断它的骨龄到底是不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除了会当判读囡仔即阵的骨骼年龄，也阁会当预测未来的身悬。若是 AI 系统甲医生判读的结果有出入，医生也会当家己将数据拍入去。我会自己亲自判读，再去对照它的判读准不准确。如果它有这一套系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的判读觉得这一套 AI 判读系统是有问题的，我会重新输入我自己认为它应该的骨龄，之后它就会学习，一直在学习，它会一直学习。有了这套用大数据编辑资料测量骨骼年龄的 AI 系统，未来家长就会当详细掌握囡仔的黄金成长期，也准时间替囡仔报一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尼有一个川的村民，有超过60%的村民是靠本色分类来赚钱，因为一礼拜上最使赚到超过大约2000块，是净值收入5倍以上。也毋过本色的问题嘛，环保律师是真烦恼。印尼这会互国际打上垃圾国家的标签。拖拉机将规台车的粪扫倒伫咧粪扫集中场，当地居民为内底找找有路用的资源。这是印尼东爪哇岛的一个砖头，村民伫咧粪扫山内面创造收入来源。Dulunya saya berkebun, sekarang saya memilah sampah. Hasilnya lebih banyak memilah sampah daripada berkebun. Setelah itu saya berkebun, itu menunggu sampai 3 bulan. Kalau memilah sampah 1 hari 2 hari, seminggu sudah mendapatkan uang。即阵有超过60%的村民选择做分类粪扫的工课，因为除了会使经济领到钱，这收入也阁真多。当地逐礼拜平均工资差不多大票400块，分类粪扫会使赚袂过1000块。Mulai sampah ngon kan sekawan dosa ka saya diperhitungkan kan pinten pun nek iki kan 3 bulan sepindah panen. Tapi lumayan damel. Kadang-kadang ke biaya teng saben-saben ngoten. Kadang emas utang cek lah mboten utang nggih啊。不过路透社的记者发现，粪扫内面有真侪为加拿大也有美国来的塑胶包装。当地环保团体也有生态观测甲湿地保护组织也表示，过去5年来，这个捌是种稻仔的砖头，即阵已经变作是粪扫场。Kita ini dicap negara kempro karena kita ini pengirim atau penyumbang sampah terbesar kedua setelah Cina. Jadi lautan kita itu dicemari oleh Cina dan kedua Indonesia. Sudah tahu Indonesia sudah kempro. Amerika menambah lagi sampah, ini kan kaningaya gitu loh, ini kan tego-tegoan gitu loh, ini kan sangat tego mentol Amerika pada Indonesia, dan ini tidak etis, hubungan antar negara kemudian。根据一份2015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印尼是世界上海洋塑胶粪扫污染源第2大的国家。印尼政府也积极伫咧将粪扫转为能源，不过对当地居民来讲，现阶段会使提升生活品质，恐惊比顾环境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治大学学生伫台北文山区的安康社区来陪伴青少年，即马嘛利用歇落来的时间，教囡仔用手机来记录社区嘛思考家己甲社区的关系。因为安康社区特别贴清所以嘛留着真珍贵的影像记录。
小朋友摕手机啊，目睭贴甲大啊大蕊，当认真伫咧翕相，镜头内面全是因伫咧社区生活的记忆。这是早上的工地，然后这是台风天的工地，之后会变成公仔。我住在这里已经有3、4年，然后因为今年的10月就要搬了，然后因为这个家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家。甲因用手机啊翕相的是政治大学的学生，因家己组一个团体，号做微光阿爸。因无要陪囡仔写功课，颠倒是甲囡仔做伙佚佗、食饭，也佮有耍游戏。逐礼拜拢有2天的时间，会伫咧社区陪伴这个囡仔，甲因斗阵同活的时间，因伫咧囡仔的心目中已经是真亲的阿兄阿姐。他们从一开始会对于我们有一点防卫，小心翼翼的接触。然后到最后，其实他们现在是愿意敞开心胸，然后信任我们去跟我们谈他的心事啊，他的挫折，有时候会谈到就是他更深层后面的家庭故事。那透过他们的镜头呢，我们看见的不只是那张照片，我们是他们用他们的视角所看见的社区，对，然后每一张照片可能就代表他们社区的故事。囡仔兄、囡仔姐学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伫咧遮发生的大细项代志。啊，因为安康社区即阵灯伫咧拆，佮过无3、5年的时间，遮就会全部变做是公共主体，而且相片也会真做是另外一种的历史记忆。记者洪敏珍台北报道。再来看云林石榴国小的新住民学习中心有一项多元文化的课程哦，用4天的时间，让小朋友来接触多元的文化，做饼穿当地传统服装哦，让因亲身来体验外国的文化。小朋友用金蕉来做饼，片起来真香，这是欧美当咧流行的习俗啊。那学煮食，小朋友把试穿各国的服装，体验异国文化。云林岛6石榴国小4天的课程，要让这小朋友接触多元的文化。穿起来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图案，主要是图案，然后就是也没有这种帽子。取各国的比较经典一点的，然后他们也比较知道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考量的理由是，他们要回去也很好操作。我们希望所有的课程其实是可以带回家的。来原定看的国例啊，伫越南唔那是做事人的字尔，是真侪人生活当中定拢会伫的。因的外形嘛有小可无同，小朋友举笔来画国例啊，算甲真欢喜。老师解说其中的美感，让小朋友来学要安怎分别各国的文化特色。我们新住民来这边，来台湾这边嘛，想到越南家乡也可以戴这个斗笠，然后它可以当那个舞具。就是我们跳舞也可以戴这个斗笠，对，看到这个斗笠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越南家乡一样。云林县新住民的人口哪来哪济，小朋友亲身体验，得到丰富的文化知识，未来会变做小小的导览员，代表新住民学习中心，向更较侪人来介绍各国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南投的山，最近有一间3D 的彩绘村哦，是真趣味，游客只要来到这，相片拢翕袂煞。猫咪的目睭大大蕊，各种脚底压起来，模样有影卡哇伊，佮有去互炮弹弹着的海贼船等等的3D 造景，游客翕相翕甲欢喜甲，每一幅图拢真介意。最喜欢哪一幅哦？对啊，拍起来最有 feel。立体的那种吧。就是那种小的造型那种，那个蹦那个闪电那个啦，对啊，爆炸那个颜色比较丰富一点。唔但有彩绘村，佮有各种游乐设施，小朋友是算甲唔知影人。还蛮适合假日带小孩出来放风啊，是一路玩上来，小孩不用钱啊，还蛮划算的啊。这就是南投德山的3D 彩绘村，最近才拄开放，就已经吸引不少人来。原本这个园区是伫咧开店，互人过暝，不过因为现代人拢兴要做网红，业者就将这个园区改做3D 的海贼村。想说现在很多的网美、很多的 IG 打卡、脸书打卡，大家都是选择货柜。设计师提供更好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把它画了一艘炮弹击中的海盗船，所以它中间开了一个大洞，
就是这种方式，然后比较一个可爱的诙谐的一个呈现方式。不过德山的气候大变化，要画这么大面的彩绘壁，艺术家画3个月才完成，实在真够工。白天可能已经把一幅画就是完成了50%了，可是可能下午的一场雷阵雨导致他隔天必须要重新再来，其实一直这样重复的尝试好几次。这阵乡亲若是到南投德山、鹿谷佚佗，除了溪头、三林溪等等的旅游景点，可以当顺路来3D 彩绘村绕绕看看。记者综合报道。客家人的传统会用客家盘花来奉祀神明，这是一种客家传统的技艺。唔但有这特别的技术，嘛有一寡禁忌，咱做伙来了解。新丁花、野花、松鹅、蒲蓉，岛顶这花花草草，是水真济款。用手堆做一个圆满的圆，表示讲人丁在旺。这是一盘客家盘花，客家传统用盘花来奉祀神明，表示尊敬。最主要就是说，那个盘花由神明加持之后，那晒干让乡民拿回家，就是说当你小孩子有不顺的时候，有冲掉撒掉的时候，来煮水洗澡洗一洗，就可以辟邪。客家人一向拢勤俭化家，敬奉神明的花材，拢是用家己厝内底所种的食物，要做一盘水佮新鲜的客家盘花，有伊特殊的禁忌。那盘花用盘花的材料，绝对不可以用有毒的花，一定要用没有毒的花这样。然后拜神明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闻哦，这样就是对一个神明的尊敬。客家盘花老师施家珍定定世界客家人做盘花，推销客语，也有客家传统的文化。那我出去关怀据点教的时候，那些老人家做完之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很高兴，很漂亮。施家珍表示讲，大家人拢会使用简单的花材，做出一盘正水的盘花。希望希望客家盘花这项技艺会使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市地江手庙永安宫哦，目前在做修复工程。早期一寡传统整念的装置哦，40年来拢破坏啊，所以请来师傅来修理，咱做伙来看卖。由一片一片的玻璃片、灰鸦片、掺石虎甲碗皮做成的展念人物，风吹日晒几10年，即阵形体拢无完整，也卡了真侪屠夫。这头要30-40担。这款庙咱咧整修足频繁的啦，因为这款的木做的有当时拢会害的也是老雨久的当时就爱换，换这阮就会捡开。台南新市区永安宫请展念师傅斗3工修复，不过修复就爱重新塑形、修剪、镶边、搁安色、绘形、搁了工。这但是有落起来，像这落起来，搁这个有个。骨底拆落来，迄玻璃，我搁甲复断。刀刷那细细的，就那搁打倒转的，这打断的就会还原甲这同款啦。展念师傅按照传统展念的功夫，用碗皮豆豆啊修复，也将庙宇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九天美术技艺团，伫1995年由团长柯振良成立。团长柯振良的后生柯怀文哦，即摆嘛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所以嘛甲一寡学校学到的带转来团里来斗3工，希望会使为九天带来新的表演舞台。今日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咱就做伙来看九天的故事。九天民俗技艺团改变顶头传统的表演模式，替台湾顶头带来新的可能，嘛互演出场面更加精致、更加艺术。自阮创团的这个过程当中，阮就发现讲，有足个所在我们不足专业方面的艺术的知识，还有人才方面的培育，所以我才感觉讲。这个学知识方面、艺术方面、知识方面就重要，所以才会促使我去读台北艺术大学。要跳脱传统，做出差别，才会当凸显家己的价值性。因此，柯怀文大学选择读戏剧表演，将现代剧场的技术甲传统艺阵表演做结合。其实
毕业倒来了后，足侪经验是伫咧学校做这个学习制作的过程当中去学到的。因为阮毋是讲，因为足侪人印象讲读白那CGC就是演戏，其实无，阮足侪代志是幕后的。柯怀文将西方剧场的想法融入顶头表演，将台湾民众上常常接触的民俗文化搬上艺术舞台，打造新的剧场音乐会。这几年的创作拢是想要找一寡台湾的重点民俗文化，但是可能无足侪人知。透过演出的方式，甲大家讲台湾其实遮的庙会文化阁足侪足水的，所以需要大家来去每一个所在去行看看发掘。其实这个文化足水的。台湾老一辈接触艺术无伫艺术舞台，是伫庙口。现在经过柯怀文的双手，要互民众感受到顶头不只是民俗，更加是真悬的艺术表现。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再回来看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